歡迎嚟到學界體育比賽時間。萬眾矚目嘅學界籃球男女子 A 組賽事即將進入決勝階段，兩個組別合共8支隊伍全力以赴，希望可以捧走冠軍金杯。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片。今年學界籃球男子 A 組賽事一共有35間學校參加比賽，佢哋分成8個小組，之後進行單循環小組賽，每組頭2名進入16強，而喺16強勝出嘅隊伍將會進入8強賽。上屆冠軍培正喺8強賽以73-45大勝嶺南，佢哋4強嘅對手同上屆一樣都係粵華，粵華喺8強以66-53淘汰聖若瑟。至於由李翔領軍嘅鏡平喺8強以77-33勝出，以44分嘅差距擊敗咗濠江。至於勞校同上屆季軍賽龍鬥到加時，結果以61-53淘汰對手，將會喺4強壓勝鏡平。至於學界籃球女子 A 組方面，今屆一共有12間學校報名參賽，佢哋會先分成4個小組進行單循環比賽，每組頭2名進入8強。其中衛冕冠軍化地馬喺8強賽以71-17大勝勞校。至於佢哋喺4強嘅對手聖羅薩中，就以1分之差淘汰培華。上屆亞軍聖心英以50-27淘汰咗新華，將會同佢哋爭奪決賽資格嘅鏡平，就同樣以1分之差淘汰培正。今集帶俾大家嘅第一場比賽係由身穿黃色球衣上屆冠軍化地馬聖母女子學校迎住身穿粉紅色球衣嘅聖羅薩女子中學中輪部。化地馬吳家寶喺開賽1分鐘就射入咗1球3分波，為今場嘅大勝揭開序幕。聖羅薩中之後有司徒以橋嘗試衝擊化地馬籃底，雖然佢第一次唔成功，但之後佢喺袁家衛手上搶翻個籃板球。緊接嘅第2次上籃亦都成功得分，兩隊嘅比分嚟到5-2。梁曉文之後助攻俾吳家寶，吳家寶最後快弧加起一步跳投得分，化地馬將領先優勢擴大去到9-2。何雅晴之後喺組織攻勢嘅時候見到葉曉彤有空位，於是傳咗俾對方。葉曉彤喺接應之後就立即上籃，聖羅薩中喺呢個時候將分差收窄至落後5分。今場表現唔錯嘅吳家寶喺射失之後搶翻籃板，之後再一次投射亦都命中，化地馬領先至11-4。司徒以橋之後獲得罰球機會，佢亦都射入晒2球。聖羅薩中喺第一節結束後以11-6落後俾化地馬。化地馬喺第2節初段有1球反擊嘅攻勢，馮思雅接應助攻後上籃得分，將比分改寫為13-6。聖羅薩中之後立即用得分回應對手，歐子瑜接應司徒以橋傳波之後衝到籃底，佢亦都射入咗佢個人今場第1球，雙方嘅比分去到13-8。馮思雅之後嘅1球3分，除咗令球隊領先優勢擴大去到8分之外，亦都為之後嘅新一波攻勢拉開序幕。喺落後到去14分嘅情況底下，歐子晴趁化地馬球員鬆懈嘅機會上籃得分，幫球隊將比分追至22-10。實力明顯更強嘅化地馬之後打出一個15-1攻勢，歐子晴受制於化地馬嘅緊逼戰術，結果將控球權拱手相讓。梁曉文搶到波之後傳俾冇人看盤嘅馮思雅，馮思雅嘅上籃令化地馬喺第2節結束後領先37-11。進入第3節，聖羅薩中林思晴壓過馮思雅上籃得分，為球隊將差距收窄至12分。馮思雅之後喺混戰中揾到機會投射得分，再一次將分差拉開去到14分。落後緊嘅聖羅薩中有胡嘉熙成功引起2個化地馬球員嘅注意，令葉曉彤有機會喺禁區入邊攞分，雙方嘅比分去到41-15。但呢球波已經係聖羅薩中喺今場比賽最後攞到嘅2分。呢一球吳家寶雖然一度受到干擾，但佢最後仍然把握機會射入呢2分。化地馬喺第3節結束後已經領先到47-15。化地馬進入第4節繼續火力全開，連埋第3節後段嗰6分，佢哋已經連續入咗34分，當中包括咗袁家衛喺距離第4節臨完場前50秒投射命中，令到比分去到71-15。以及袁家衛喺梁曉文射失後搶到籃板，並且喺對方3名球員力逼下射入。化地馬最後以75-15大勝聖羅薩中，距離衛冕成功只差1步。
今場嘅表現可能體力不足啦，我覺得我自己，因為唔夠2分鐘，可能就會覺得好攰啦，同埋我哋籃板都比較缺少啦，攞唔到，成日俾人哋喺籃底攞到個籃板，然後跟住就攻入咗2分啦，跟住同埋失誤都好多啦，我哋我覺得我哋今場整體都係打得好好咯，防守有防守到位，之後進攻都有好多配合啊、橫插啊，全部都有去落力咁樣去進攻，之後去好搏命咁樣去搶波咯。至於第2場比賽係由身穿白色球衣喺8強以1分之差險勝上屆季軍培正中學嘅鏡平學校。鏡平喺第一節初段係比較佔優嘅一方，楊樂欣喺聖心英4名球員嘅圍攻之下，仍然能夠將個波傳俾黃子賢，黃子賢射入呢2分，令到鏡平領先至6-0。之後楊樂欣喺偷到波之後就立即上籃，佢呢個時候個人已經攞到5分，鏡平亦領先至11-0。已經落後一段時間嘅聖心英，最後由何佩斯攻入球隊嘅第1球2分波，但仍然落後俾對手9分。有天敏之後突破分球俾鮑洛恩，鮑洛恩嘅中距離投射令雙方之間嘅差距進一步收窄至7分。但楊樂恩之後再一次投射命中，令鏡平喺第1節結束後領先13-4。何佩斯喺第2節再一次以投射形式得分，為聖心英將比分差距收窄去到17-7。但何佩斯喺防守嘅時候走漏咗林家淼，林家淼嘅得分令鏡平領先去到19-7。聖心英鮑子正之後攻入個人今場第1個2分波，球隊喺呢個時候以22-9落後。鏡平嘅雷海婷之後射入咗1球3分波，令兩隊之間嘅分差去到16分。羅子媛喺2分鐘後喺禁區內揾到機會得分，雙方喺呢個時候差距已經拉大到去22分。隨住陳詠南嘅罰球成功命中，鏡平喺第2節結束後領先33-10。雷海婷喺第3節初段喺接應林家淼傳波後立即射入3分，令鏡平喺呢個時候領先到去41-10。大部分時間落後緊嘅聖心英靠鮑子正命中2球罰球，將比分改寫成53-13，但40分嘅差距要追翻可以話係非常困難。羅子媛喺第3節仲剩翻1分55秒嘅時候，把握對方球員失位嘅機會射入，鏡平喺呢個時候嘅領先優勢去到43分。鮑子正喺呢一節末段連續攻入4分，佢1球把握鏡平嘅球員全部喺油漆區協防嘅機會射入壓哨球，令聖心英喺第3節結束後將分差收窄至36分。進入第4節，黃子賢呢1球投射雖然射唔入，但佢之後即刻搶翻籃板，並且喺楊樂欣嘅掩護底下成功得分。鏡平喺呢個時候已經係以60-20領先對手。揾緊進攻機會嘅歐詠儀將個波傳俾楊樂欣，楊樂欣喺呢個時候竟然選擇喺一個比較遠嘅位置起手，而呢1球最後亦都順利射入。鏡平憑住呢球3分波已經領先聖心英45分。雖然仲剩翻大約4分鐘嘅時間先至完場，但呢場比賽已經大局已定。聖心英雖然已經大幅落後，但佢哋仍然希望可以爭取更多嘅分數。如果新賢亞贏歐詠儀之後成功得分，聖心英落後至65-23。龔榮林喺離完場仲剩翻20幾秒嘅時候，憑住呢1球拋投成功攞分。聖心英最後喺完場嘅時候將兩隊之間嘅差距收窄到去37分。鏡平最後以65-28大勝聖心英，將會喺決賽同花地馬爭奪冠軍寶座。覺得係我哋嘅不足咧係喺防守上面啦，因為我覺得我哋都太想幫隊友去幫手防守啦，所以令到我哋有好多嘅失誤咯。我覺得今場啦，大家嘅防守啦都有維持翻上一場打8強嘅時候嘅強度啦。咁而且進攻係，我覺得進攻今場係比上一場做得更加好啦。咁我好希望啦，即係大家下一場即係我哋入到冠軍賽啦，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住呢個防守強度同埋呢個進攻嘅手感啦，同埋大家呢個積極嘅心態。睇完兩場女子組嘅賽事，我哋將目光轉去男子組嘅比賽。衛冕冠軍身穿白色球衣嘅培正中學，繼上屆賽事之後，再一次喺4強面對身穿黃色球衣嘅粵華中學。陳亮心跳球成功之後，將個波傳俾許一樂，許一樂直接上籃得分，為粵華先開紀錄。于立人接應何正維傳波之後，快陳亮心一步投射得手，為培正追至3-2。領先嘅粵華繼續乘勢而上，馬文傑喺黃柏賢手上將個波傳翻俾許一樂。
許一樂嘅上籃令粵華領先至5-2。粵華喺之後一直都維持領先優勢，伍家良偷到波之後俾許一樂接到，許一樂直接助攻俾跑咗上前面嘅伍家良，伍家良把握機會上籃得手，粵華喺呢個時候以12-2領先培正。眼見情況危急，培正叫咗個暫停。培正喺暫停結束之後開始打返上嚟，齊振斌攞到分之餘更加搏到蔣偉斌犯規，但佢緊接射嗰球罰球唔中，培正喺呢個時候追到去12-4。之後培正有4次嘅罰球機會，結果全部命中，當中包括畫面所見于立人主射嘅一球。培正喺呢個時候已經追到去12-8。粵華喺呢個時候仍然控制住局面，馬文傑直接傳俾已經喺油漆區入面嘅許一樂，佢嘅入波令粵華喺第一節結束後領先14-8。培正喺第二節初段靠穩定嘅罰球逐步追近比分，齊振斌主射罰球傳中，培正喺呢個時候已經追到去14-11。馬文傑之後突破何正維同陳錦華嘅夾擊上籃得手，粵華呢個時候領先至18-11。培正喺呢個時候並冇俾粵華拉開比分，反而處於緊咬嘅狀態。齊振斌喺油漆區入面突破分球俾于立人，于立人嘅入波令培正追到去19-15。齊振斌之後睇到蔣偉斌同許一樂中間出現空位，於是選擇單人匹馬上籃，結果順利得分。培正喺呢個時候第一次同粵華打成平手。培正之後靠李迪朗嘅罰球以及何正維喺擺脱蔣偉林嘅緊前之後成功得分，將比分反先至22-19。馬文傑之後立即以1球3分幫粵華將比分扳平，但何正維之後再一次揾到粵華防守上嘅破綻，射入反先嘅1球。培正喺上半場結束後領先至24-22。培正喺第3節一度憑何正維用假動作擺脱蔣偉斌後嘅投射得分，一度將優勢擴大至28-22。但馬文傑之後2球罰球全部命中，粵華追近至29-28。作為粵華喺進攻上關鍵人物嘅馬文傑及後突破培正球員嘅夾擊，射入扳平嘅1球。加上吳子軒把握陳錦華籃板球揸唔穩嘅機會，成功射入反超前嘅2分，粵華反先至33-31。陳錦華之後擺脱粵華內線嘅3人夾擊，將比分扳平至35-30。呢1球係培正落後之後第2度扳平比分。去到第3節臨完場前，李迪朗主射嘅3分雖然唔中，但黃柏賢搶到籃板之後立即嘗試得分，雖然最後唔成功，但何正維之後揾到機會上籃得手，培正喺一節結束後以2分嘅差距緊緊領先。于立人喺第4節開賽1分鐘嘅時候搶到籃板之餘，同時亦都上籃得分，幫培正將領先優勢擴大到去4分。落後緊嘅粵華繼續加強防守，以免被對方拋離。許一樂一手將施海俊手上個波打走，幫球隊解決咗一個潛在危機。今場比賽表現活躍嘅馬文傑喺面對2個培正球員嘅防守之下，仍然能夠揾到機會得分，佢亦都將分差收窄到去2分。為咗要報翻上屆4強嘅一敗之仇，馬文傑喺餘下嘅時間火力全開。呢1球黃文睿交咗俾馬文傑，培正雖然已經有3個球員喺防守上面招呼佢，但佢仍然能夠攞到呢2分。粵華喺呢個時候以44-43反先對手。何正維喺距離完場仲剩翻3分鐘嘅時候奔入咗1球3分波，呢1球波就成為咗培正能夠進軍決賽嘅關鍵。隨住時間1分1秒咁過去，兩隊亦都打得越嚟越手緊。喺距離完場仲剩翻9秒嘅時候，粵華有一次反擊機會，蔣偉斌率先喺3分線內起手，但呢1球最後射唔入。馬文傑之後再射第2次，結果呢一次又未能夠順利命中，結果培正以46-44險勝粵華，距離達成3連冠嘅佳績只差1步。我哋首先一定要調整翻好自己狀態先，因為今場其實即係譬如我咁樣，我其實都打得比較掙扎，但係即係我未調節好自己嘅狀態。咁第二咧，我哋會加強翻我哋防守補防嗰方面，因為今場好多失嘅波都係失喺補防上面啦。咁第三，我哋都會繼續喺空餘時間落嚟投射波嘅，咁練翻好我哋嘅手感。心情梗係非常之激動啦，因為我哋老實講，我哋籃球啦，其實可能一直都係唔俾人睇好嘅一方啦。咁到咗4強啦，其實就係爭臨門一腳就可以入到決賽。兩隊波都非常之想贏啦。咁其實就係鬥緊最後一刻，邊個最有力，邊個把握到機會啦。而我哋今場波，我自己覺得我哋把握到最後嘅機會啦。雖然後尾都有少少亂流，但係我哋都成功咁樣防守。
另外一場男子 A 組4強賽係由身穿白色球衣嘅上屆亞軍鏡平面對身穿深藍色球衣嘅上屆 B 組冠軍盧校。盧校喺第一節係率先取得領先嘅一隊，范子樂偷到波之後直接上籃，呢一球令盧校領先至4-0。鏡平之後就立即扳平比分，喺3分線外嘅劉義林並冇選擇直接射3分，反而鏟入內線得分。鏡平喺呢個時候打成4-4平手。李俊傑之後主射3分得手，為鏡平反先7-4。黃樂騰之後緊接同樣命中3分，盧校扳平至7-7。但鏡平喺中段已經開始拉開比分，李翔搶到籃板之後傳俾冇人睇住嘅劉義林，鏡平以16-11領先。李翔之後亦喺隊友羅啟立3分未能命中之下成功搶到籃板，並且補射得分，令鏡平喺第一節結束後領先18-11。鏡平第二節有李俊傑命中3分，將領先優勢擴大去到10分。處於落後嘅盧校有周家軒用假動作擺脫羅啟林之後投射命中，將差距收窄至9分。作為鏡平主力嘅李翔之後連入2球，包括呢一球佢喺油漆區投射中籃，鏡平已經將領先優勢擴大到去15分。周家軒之後喺同歐陽奕榮打咗1球配合之後立即上籃，協助盧校將差距收窄到去11分。范子樂原本打算傳波俾隊友，但考慮過後決定自己親自發動進攻，佢嘅入波令盧校追到去30-22。李俊傑喺一節結束之前射入晒2球罰球，令鏡平以10分優勢結束上半場。去到第3節，鏡平喺大部分嘅時間都維持到8至10分嘅差距。李翔呢一球3分令鏡平領先到去42-29，手握11分嘅優勢。落後緊嘅盧校有周家軒成功抄截李俊傑，令到對方出現失誤。周家軒之後喺隊友嘅協助底下成功搶到控球權，呢一球嘅上籃令盧校追至42-31。但鏡平憑住李翔以後切步嘅方式再一次命中3分，鏡平喺第3節完咗之後將領先嘅優勢擴大到去14分。范子樂喺第4節開始嘅時候趁鏡平出現防守上嘅破綻，成功上籃得手。盧校呢個時候以45-33落後俾鏡平。今場比賽擔起球隊得分重任嘅李翔之後成功突破盧校嘅防守，佢射入咗呢一球之後已經累積攞到30分，鏡平亦以51-37繼續領先。盧校緊接由范子樂策動反擊，佢喺擺脫羅啟林嘅防守之後，直接傳俾空咗嘅陳燕希。陳燕希嘅3分令盧校喺仲剩翻4分50秒嘅時候，仲保住反勝嘅希望。陳燕希之後亦喺黃明義手上搶到控球權，並且傳翻俾歐陽奕榮。歐陽奕榮呢一球上籃令盧校追到淨係落後9分。但鏡平喺經過調整後打出11-0攻勢。李翔雖然喺周家軒同歐陽奕榮夾擊之下未能得分，但後上嘅胡銘霄補射命中。胡銘霄之後亦再一次擔當後上嘅角色，喺李翔射失之後成功補籃。20分嘅差距亦意味着鏡平好大機會勝出呢場比賽。雖然大局已定，但盧校並冇打算放棄呢場比賽。范子樂嘅鏟籃為球隊改寫比分至62-45。周家軒接應歐陽奕榮助攻之後所射嘅3分波，最終令全隊嘅比分去到48分。結果鏡平喺李翔個人獨取35分下，以63-48淘汰盧校，將會同培正繼上屆之後再一次爭奪冠軍寶座。太可能訓練嘅強度比較會唔足夠喺呢個場上面表現出嚟咯。對於呢啲強勁嘅對手，我哋嘅防守壓迫啦，冇話做得好，可以壓制晒對手嘅。同埋我哋嘅進攻有好多失誤啦，以及個人能力我哋打得好好嘅。其實只不過我哋已經打太多個人嘅節奏啦，冇去做一啲團體嘅分波啊，或者打返個戰術出嚟。我覺得俾自己7分咯，即係雖然得分較高啊，但係即係球隊有一段比較亂嘅時間咧，就冇即係組織好球隊嘅進攻啦，咁就俾對面逼緊咗比分嘅。我覺得就仲有進步嘅空間咯，係。最需要改善嘅就係心態咯，即係初段我哋比較緊張啦，咁最尾呢個星期技戰術就冇咩可以提高嘅，我覺得就調整好我哋自己嘅心態咯，以挑戰者嘅身份去同培正打一場波咯，係啊。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但係千祈唔好唔記得我哋仲有下集。下集我哋將會帶俾大家今年學界籃球男女子 A 組嘅季軍賽同決賽，想睇今年究竟係邊一隊能夠攞到冠軍，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啦。我哋下集見，拜拜。